Hello，各位好啊！今日咧我就帶咗兩位老闆嚟到中環嗰度去食嘢啊，咁就唔係上郵輪啦。今次咧就喺中環試一間日式餐廳叫做月山。咁點解咧你會覺得無啦啦我嘅 channel 講開郵輪會講飲食咧？咁其實係有段故嘅。我上年嘅時候咧幫 Jet Tour 啦做咗一個 freelance 嘅 marketing project， 咁就揾嚟埋月山背後一個飲食集團 Food Story 一齊去合作啦，就係推廣郵輪。咁依家個 promotion 就出咗啦，喺 Food Story 旗下嘅餐廳消費咧就可以享受埋就係預訂郵輪嘅優惠，一舉兩得啊！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嚟到依度嘅餐廳一齊去試下支持下。因為詳情咧會喺應間影片度提供更多嘅資料，記得睇到最尾啦。咁今集嘅重點咧係帶大家一齊感受月山嘅日式料理，仲有睇下佢哋點樣做到一家大細都啱食嘅餐廳體驗。咁月山餐廳咧係屬於專攻高檔飲食嘅 Food Story 集團，佢旗下仲有其他餐廳係食米芝蓮壽喜燒、法國松露、花膠呢啲高端食材嘅餐廳。咁而月山主打咧就係廚師發辦壽司料理同埋會席料理，係一間充滿日式風情嘅高質餐廳。月山餐廳係位處於中環 H P 入邊，lift門一打開咧已經有第一個驚喜噶啦，你會即刻見到一個好特別嘅屋型船設計，入邊其實係一個壽司吧，希望打造出漁港鬧中取靜嘅氛圍。咁而餐廳咧面積有3000幾尺，佢分為咗4個區域，座位唔多嘅50去到60個，咁所以空間感係非常之寬敞舒適。今次我哋嚟試啦，就係佢嘅 lunch omakase， 有15道菜，包括刺身、壽司同埋熱食。咁omakase佢呢度冇固定嘅 menu 啦，每一日咧嘅食材都係由日本空運新鮮到港，保證就係用當季最優質、最肥美嘅海鮮同埋食材。咁客人每次嚟食咧都有機會試到唔同嘅料理，因為依家咧係4月初夏啦，師傅特別揀選咗一啲清爽嘅菜式，帶出初夏嘅感覺。開場呢就係我好中意食嘅茶壺蒸，雖然佢入面嘅材料唔算多啦，但係蒸蛋滑得不得了啊，味道亦都非常之濃郁。跟住咧就開始刺身啦，咁呢個咧就係山口縣嘅赤貝，配上醬油、青檸汁同埋檸檬皮，清爽得嚟，食落仲好爽口添。之後呢度咧就係用櫻桃木煙燻過嘅岩手縣本堅魚，咁配咗洋葱生葵汁，酸酸味味係好開胃，煙燻嘅香氣咧亦都係一個亮點。再嚟就係用海鹽同埋檸檬汁調味嘅鹿兒島墨魚，非常之嫩口同埋好彈牙。咁仲有呢個深海池魚皇呢，入口亦都好鮮甜，帶有海洋嘅天然鹹香，食得出嚟係非常之新鮮。而呢個呢，就係我今次最中意食嘅一道菜，聞落去呢，有淡淡嘅酒香味，因為呢個北海道蝦呢，係用花雕酒醃過再剁蓉，口感黏黏地，入口呢亦都有好濃郁嘅蝦膏香，有種好似食緊蝦膠嘅感覺，超正啊！呢碟神奈川針魚呢，自帶鹹香，唔使點醬油呢，已經好入味。即日起，只要喺 Food Story 旗下任何餐廳，包括月山，消費滿1000蚊，憑收據就可以去 Jet Tour 享1000蚊嘅指定郵輪折扣優惠。咁今次咧係第一炮嘅優惠，係超豪華嘅 Explorer Journey 澳德利亞海航程，優惠有效期去到5月13號嘅啫。咁佢哋未來咧仲會有更多郵輪優惠陸續推出，記得密切留意 Food Story 同埋 Jet Tour 嘅官網啦。翻嚟呢餐飯先啦，依度梭子魚咧，師傅輕輕喺表面燒過，釋放出魚油嘅香氣，層次係非常之豐富。而講到呢度富山縣嘅熒光魷魚，入口係爆高噶，有人覺得好鮮甜啦，有啲人覺得略為有啲腥，咁我個人偏向呢，就覺得腥味係重咗少少，見仁見智啦。omakase咧又點少得拖羅呢？中拖羅咧係我最中意噶啦，脂肪適中，魚油香味濃郁，但係又唔會太過油膩，係我心目中最完美嘅選擇。而呢度北海道嘅馬糞海膽好甜同埋好 creamy 啊，簡直就係舌尖上嘅享受。差唔多到尾聲啦，咁你嚟一道熟食，呢個立輪燒金條魚嘅視覺效果已經好精彩。師傅係用高溫熱油淋喺個金條魚鱗上面，令到啲鱗呢可以直立，酥脆香口，魚肉又嫩滑，口感嘅對比呢係好強烈。都炸埋魚，好
脆口咯。吞拿魚卷咧，亦都係今次一個高潮位嚟㗎。師傅係用吞拿魚嘅油脂滴落去啲魚度，增加個魚香味，再加入埋蘿蔔同埋蔥粒，提升成個口感，食落係一大滿足。一啖食晒。咁最後咧就係以一碗濃郁嘅雞湯作為一個結尾，暖胃又回味無窮，簡直一個完美嘅 ending。咁成個 omakase 咧都係令人食過翻尋味㗎。不過講到呢度咧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？其實我今次係帶埋小朋友嚟食㗎。咁好多 omakase 餐廳啦，因為氣氛都係比較 formal 啲，唔太歡迎小朋友。咁但係月山係一個例外，佢哋咧好有心，為小朋友設計咗一個專屬嘅菜單，啱晒一家大細嚟試。頭盤同大人一樣啦，都有個茶會蒸。咁佢哋仲有一份炸雞同埋沙律，簡單又好食。咁主菜咧係好精緻嘅選擇，包括咗哆啦 A 夢嘅玉子燒、燒三文魚卷、Mayo 嘅壽司卷、赤竹海老同埋三文魚子飯。咁小朋友咧都食得好開心，師傅仲好有愛心教我個女點樣去包 sushi 嘅壽司手卷啦，仲送一啲玩具同埋 tempura 嘅紫菜俾小朋友食，怕佢哋悶啊嘛。咁大人咧食到第10道菜嘅時候，小朋友就會有一碗熱辣辣嘅 A5 黃牛烏冬，份量啱啱好。最後仲有雪糕同埋和果子，小朋友咧都食到笑晒口咁滯啊！週末嚟到月山，氣氛咧係會熱鬧啲，咁不過家長可以好 relax 咁樣享受美食，真係一個好 chill 嘅家庭餐廳選擇。咁總結啦，我都會好建議今次 omakase 連埋甜品總共15道菜，咁佢哋由淡去到濃，層次分明，食材每日空運到港，夠晒新鮮。咁佢哋服務質素咧亦都非常之冇得彈啦，識得氹小朋友開心，絕對係5星嘅體驗。咁如果要俾少少建議啦，會唔會考慮喺佢哋嘅 member 嗰度咧加入埋 free corkage 啊？因為依家 corkage 問個收費係要300蚊750ml，咁如果優惠下咧，相信會吸引更多嘅客人。最後啦，如果各位揾緊任何嘅郵輪優惠，都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咁我會盡我嘅努力去幫大家爭取翻嚟。咁亦都誠意邀請任何嘅公司或者個人想揾我一齊合作嘅話，隨時 email 俾我都得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集再見。